联邦防疫加强措施12月2日转随时实行。关起来的部分有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动物园、食物园、餐厅、运动和其他娱乐场所。店头减少人客部分有限制人数，暗时19点关门，拜日假日拢总关。紧急建议的部分有店厝内尽量莫和人接触，无必要莫旅行。其他的规定有私人聚会限10人，公共空间聚会限15人，运动文化限5人。以上规定16岁以下的拢无算。挂喙罨范围扩大，禁止办活动，舞厅关起来。厨师场所有特别的规定。大学改线顶上课。合唱干那伫厝内和学校。建议伫厝内办公。建议2家伙仔的规则。表现好的州，封城有通放较灵。减少和人接触，注意手的卫生，挂喙罨，保持社交距离。